歡迎大家嚟到大茶飯香港賽馬貼士頻道。5月31日，沙田人馬星期日共11場賽事，開跑時間1、2、4、5，重心嘅精選場次係第2、第4同第5場。第一場1200米新馬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6號瑞行星，配呢個莫雷拉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2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9號永福，配呢個袁幸堯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3。第二匹1號雀橋飛星，配呢個奧爾文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1，同埋10號極歡欣，配呢個艾少禮，近績最好係跑第4。第二場1000米4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13號福晉，配呢個莫雷拉，近績最好係跑第4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嘉應耀星，配呢個艾少禮，初出馬。第二匹5號鴻圖新星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2、1次第3，同埋10號暴風影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7。第三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1號和道風，配呢個莫雷拉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3號百威多贏，配呢個霍雲星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3。第二匹7號粵進聯歡，配呢個巴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6，同埋4號天天灑落，配呢個袁幸堯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3。第四場1200米4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1號伶俐標區，配呢個田泰安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1、3次第2、1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2號言之有理，配呢個奧爾文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2。第二匹7號女神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第5，同埋5號武林盛宴，配呢個莫雷拉，近績最好係跑第4。第5場1400米3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8號有型人，配呢個艾少禮，近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1、1次第2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0號鴻運光輝，配呢個巴道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2。第二匹13號勁勇皇駒，配呢個何澤堯，近績最好係跑過3次第1，同埋12號觀眾之力，配呢個莫雷拉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1。第6場2000米4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3號安可，配呢個布文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3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5號風火行雲，配呢個潘明輝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1、2次第2、1次第3。第二匹6號百勝威龍，配呢個梁家俊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1、1次第2，同埋13號和道威，配呢個潘頓，近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2、1次第3。第7場1600米3級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7號首飾天空，配呢個艾少禮，近績最好係跑過4次第1、1次第2，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8號
桃花開，配呢個鐘奕禮，成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一。第二匹3號禪聖輝煌，配呢個班德禮，成績最好係跑第5。同埋6號時時歡聲，配呢個潘頓，成績最好係跑過4次第一，1次第2。第8場1400米4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2號龍奧凌羅，配呢個潘頓，成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2、1次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號線路萬里，配呢個袁幸堯，成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2次第2、2次第3。第二匹12號文明福星，配呢個班德禮，成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2。同埋14號華麗再贏，配呢個艾少禮，成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3。第9場1200米3級賽事，我哋揀嘅馬膽係7號標之星河，配呢個田泰安，成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一、1次第2、1次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6號笑傲江湖，配呢個何澤堯，成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2、2次第3。第二匹1號精算暴雪，配呢個艾杜拿，成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2、2次第3。同埋8號翠紅，配呢個艾少禮，成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一、1次第2。第10場1600米3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3號安都，配呢個布文，成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2、2次第3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5號活力拍檔，配呢個何澤堯，成績最好係跑過3次第一、1次第2、1次第3。第二匹4號一生好彩，配呢個周俊樂，成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。同埋7號共享富裕，配呢個莫雷拉，成績最好係跑第4。第11場1200米3班賽事，我係揀嘅馬膽係3號手機標勁，配呢個潘頓，成績最好係跑過3次第一、2次第2。拖嘅3匹配腳分別係1號跨境寶馬，配呢個奧爾文，成績最好係跑過1次第一、1次第2、1次第3。第二匹8號勇者為王，配呢個潘明輝，成績最好係跑過2次第一。同埋9號正本堂心，配呢個莫雷拉，初出馬。多謝晒大家嘅收睇，希望各位馬迷幫忙免費訂閱本頻道。如果喜歡我哋本頻道嘅影片，請點讚同埋分享作最大嘅支持。我哋喺下次嘅賽事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